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貼上運算值。例子一：英文科的考試成績全部加3分，係儲存格先打入3，再複製。選擇要加分嘅英文科儲存格，選擇性貼上，選擇加，之後所有都會加咗3分。例子二：生果9折出售，係儲存格先打入0.9，再複製。選擇要打折儲存格，選擇性貼上，選擇乘，所有都會乘0.9，計算出9折嘅售價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。